平溪放天灯。逐年咱人正月15日上元，咱台湾上界出名的2项民俗活动，就是南风炮甲放天灯。南风炮是咧讲台南月灯港的蜂仔炮，若放天灯，就是咧讲以早台北县平溪乡伫正月15骹斗的放天灯。天灯嘛号做孔明灯，有人讲是中国三国时代孔明发明的。当初是为着要通报消息，就利用烧空气较轻会升悬的原理，制作出会当浮点半空中坐坐拍的灯火，来瞒骗敌人大军的。后来流传落来，用来做下元祈福的天灯。天灯哪会伫以早台北县平溪乡10分寮地区流传呢？听讲因为遐是伫较压贴的山区。早期即块位啊，不时有土匪出入，得甲人抢劫，庄民就会走去内山尾，等候土匪走了后，再用天灯做信号，通报亲友返来处理。后来放天灯的惯势就安尼流传落来，用来做下元祈福的器具，嘛正做地方的民俗。逐年的元宵节，就有数万人涌入来平溪放天灯。这款大场面的景致，嘛正做咱台湾名声正透的文化。放天灯求福气，敢有效？可能嘛无人知。毋过逐年放天灯了后，拢会留落来规10栋的粪扫。放过落落来的天灯，嘛甲附近的山头挂甲满世界。照气象资料，平溪伫元宵的骹斗，算是较淡湿的雨水期。毋过有时嘛是会出意外着火烧。别所在若无迄落淡湿的自然环境，千万毋通严加趁风杯。万一着火烧，迄代志就大条啊。作者陈宪国。